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10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第1节到15节，约伯記20章第1節到29節，馬太福音第15章第1節到第9節。今仔日分享的主題是自古以來。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，必须要有历史观，重视传统。但是，若伤过重视传统，阁会变做诚做迄种对袂着时代，甚至迄种诚做迄种进步的脱碍。当然，并毋是咱咧讲新诶就保证是好诶吼，只不过伤过强调传统诶话。就变成做真困难进步往前来行。其实教会更较是安尼，如果教会伤过头强调历史甲传统，就会留伫即种宗教形式化、礼仪化，失去迄个信仰的本质。所以教会要爱如何时常思考。过去、现在、甲将来，这是必须啊！所以，咱爱思考，要思考之前，咱先倒转来伫约伯记的记载，甲这个有啥物关系？约伯的朋友拿嘛人说法，伊讲着讲，约伯啊，你互我心烦意乱，我忍袂住要甲你回答。你所讲的是侮辱的话，但是我知影怎样回答。当然知影自古以来，对人类从安置伫地上开始，邪恶的人拢真低贱，无敬虔的人的欢喜也袂有久长。也好那亲像约伯所拄着的境况，是因为伊真自高。好那亲像约伯是一种邪恶、无敬虔的人，因为伊的得意也是讲伊受祝福的时间真短，就被夺走。当然，伊所指的毋是安尼，是咧讲着撒旦对约伯的攻击。但是伊苦劝约伯放手，互上帝去处理。伫经文15节开始，安尼讲邪恶的人吐出。夺取得来的财宝，上帝要甲夺倒转来，甚至对伊的腹肚中来摕出来，互伊尽量吞食吧。上帝要伊来发受气，亲像暴风共款来攻击伊。伊想要刀闪铁剑，钢剑，却是射透伊。更是穿伊的身体，光显的箭头要染伊的血，伊互恐怖掠条的。伊所接触的一切拢毁灭啦，毋是人的手点刀会火烧歹伊甲伊的厝全家。天要显明伊的罪，地要做证来攻击伊。伫上帝受气的水流的中间，伊的财富要拢总无留存。这就是邪恶的人的命运，这就是上帝指定互伊的结局。好那亲像咧甲约伯讲，生活忍者啦，自古以来就是拢安尼啦，无啥物大不了的啦吼。只要过一段时间吼，上帝就会处理啊啦吼。初初听起来安尼，计算有一点点安尼道理吼。但是事实上一点都拢无法度安慰人吼，亲像咱过去几摆老师所讲的。好那亲像咧对一个拄失去亲人的人，甲伊讲无要紧啦，毋免哭啦，这正常的啦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人拢会死啦吼，这是上帝的旨意啦。其实即种的话不但袂当成做人的安慰，
搁真可能成做二度的伤害。自古以来，传统虽然是美好，但是互咱看见伊会当互咱看见过去上帝带领的赐恩的脚迹，搁较会当互咱回顾家己的生命。无论咱的生命拄着甚物款的境况，拢有上帝的保守以及伊的看顾。但是，若是咱伤过头强调传统，就真容易受到传统的束缚，失去对真理的敏感的反应。今日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第1节到第9节，咱看见法利赛人就有非常严重即种的问题。因对耶稣讲，为什么恁的门徒无要遵守阮祖先的传统？因食饭以前并无照规定来洗手。祖先的传统所规定的，比上帝的命令搁较重要吗？接着因所问的这个问题，耶稣来回答法利赛人的疑问，安尼讲：伊讲为什么恁为着遵守传统，却违背上帝的命令呢？上帝讲着爱孝敬父母，佮讲恁裸骂父母的必须爱处死。但是恁偏偏讲，若是有人要对父母讲，我已经甲养饲你的来诚做献互上帝的命，所以因着毋免来孝敬父母。恁摕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，假无为善的人啊！以赛亚指着恁所发的预言是多尔正确。伊讲上帝安尼讲，即款的人民用嘴唇敬畏我，因的心却离我远远。因竟然将人的规定当作我的命令，因敬拜我拢是枉然。持守传统毋放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自古以来的想法会甲咱束缚，因将上帝孝敬父母的诫命来变换做奉献，要互上帝。用现代语言来讲，咱会通类比即种做法叫做偷用公款吼，将供应上帝，这是诫命哦，孝敬上帝，上帝这个诫命呢，法利赛人却甲伊刷去做奉献互上帝，因为安尼因就免遵趁上帝的旨意安尼敢对？基督徒是毋是会当伫生活中间来学习听见上帝的声音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干那要去持守迄个历史的传统，也是讲自古以来的习惯尔。咱应该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对历史中来学习优良的传统，佮会当避免伫历史的水流的中间去忽略上帝的旨意，来听见上帝的声甲伊的命令，这实在是值得咱基督徒来思考的代志。同款，咱最后佮用诗篇22篇第1节到15节，诗人这个诗篇来做咱的祈祷。伊讲：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啥事放离我，啥事离开，无救我，毋听我哀叫的话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即时求叫你无听我，我眠时求叫我也无静静。总是你是圣，
你是用以色列俄勒做座位的，阮会来做瓦克利，因瓦克利，你就拯救因，因哀求你就得到拯救，因瓦克利就无地到伫见效，总是我是通托，毋是人，互人支持，互百姓看轻。互凡看见我的，拢讥笑我，因鬼客摇头，讲着将本身交代耶和华，伊通救伊。耶和华既然欢喜伊通救伊。总是你互我出老母的胎儿，我伫老母的形前，你互我克你。我对胎儿出就交代你，对我出老母的腹肚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毋通离开我远远，因为患难逼近，无有帮助我的。有济济的牛港围绕我，巴山涌的牛四面围困我，因我来开喙，亲像在爬贴。在大声嚎叫会使，我亲像水摒出，我的骨拢脱轮，我的心亲像蜡烧羊伫腹内，我的精力孤大，亲像鸦片，我的志念伫我的顶上，你下我伫死地的土粉。